后来继续咱这个大台中的乡亲一定拢知影的台地路，已经拖13档的通车的工程，总算是完工了。台中市政府早起来举行着通车的典礼，本地这个台中市火车头的前夜甲后夜，要相通是真无方便，就要细路，至少就要行路行10分钟。即摆通车了后，只要2分钟，路程嘛来缩短着一半以上。这个居民拢感觉讲真利便，嘛会当来带动着后火车头的发展。台中市民5万足久的台地路的工程拖13年，总算是通车。以后对台中火车站的后站要开去前站，唔免去踅来踅去啊。差不多15分吧。现在来看，可能没5分钟啊吧？哎呀，过去就是建国市场了啊，对啊，以前我们都是要这样绕一圈啊。因为台中火车站影响到后站相关的发展，为着拍通台地路，市政府把原本伫计划当中的大智慧大楼拆掉，大楼拆掉了后变一条路，直接通火车站进前，原本来踅1公里，即马无到500公尺。台中大智路打通之后，从后站开车到前站，不但时间缩短了，路程也只需要1/2。但是你拆大楼的过程当中，市政府含24户催超足侪摆的，大家意见真侪。落尾就是1户3000万的补偿金，大家拢有同意，嘛希望讲会当互后站的闹热区搁兴起来。头前较轻，后壁较慢，这是无公平的代志。为着拍通这条路，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议员拢有斗相共，甚至通车了后，万里两边有扛棒，强调讲13党的努力总算是成功啊！不管是对一党出来瞧，总是对市民来讲，这是上赞的。